財務自由啊，財務自由！你諗起呢個 term 個腦就會即刻彈出幾多個零呢？我以前都同大部分人一樣，以為要住晒豪宅啊，揸咗10架跑車先至算成功。但係呢幾年咧，我發現咗，當我已經擁有晒自己嘅時間自由、使命嘅自由、人際嘅自由、體驗嘅自由、心靈嘅自由，我突然之間頓悟咗、醒悟咗，就係原來我一早就已經財務自由諗咗啦。危險嘅係社會每日都繼續向你推銷住一種假嘅夢想，話俾你知你要好似某一個明星先至叫做成功。但係真相係好多所謂成功人士內心係比普通人更加痛苦嘅。佢哋唔係被金錢解放，而係被名成利就呢啲 terms 呢個更加沉重嘅枷鎖捆綁死。咁所以財務自由其實從來都唔關於你有幾多錢，而係關於你擁有幾多選擇權，同埋你有幾大嘅內在能力去感受幸福。所以各位準君王，重新審視下你嘅目標，你真正要追嘅係更多嘅零啊，定係更絕對嘅自由呢？